接下来来关心这个甲科技有关系的消息。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13载起伫咧嘉义太保正式启用，未来会有超过20个产官学的单位，要伫这个所在发展各机各做无人机的产业。伫嘉义县长洪忠阳甲几个立委的陪同之下，总统蔡英文真足听厂商介绍目前无人机的发展。13载时，伊来到嘉义太保，替亚洲无人机 AI 创新应用研发中心接牌。面对国际情势瞬息万变，台湾也积极的提升我们国防自主以及不对称战力跟量能，在国际国造潜舰国造的目标下，无人机产业将是我们发展的重点。这个所在原本是中央列管的代替大放仔馆，嘉义县政府甲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、工业技术研究院、湖北科技大学、各几个国内外无人机的相关单位，要伫遮打造国内上完整的无人机产业主路。无人机的产业链从这个研发中心到民雄航太园区的产业进驻的生产，到未来以迪巴掌溪的无人机跑道，过程所谓的无人机的所有的连锁性的结合性的产业。嘉义县政府表示，亚洲无人机 AI 创意研发中心未来有研发测试生产的功能，佮加上嘉义科学园区、民雄航太园区的研发，会当替农业大县的嘉义县增加新的产业发展。记者林慧平，嘉义报道。